大家好，開豬今次帶大家嚟到晉海，我哋會去睇一間位於晉海2B 座嘅低層兩房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73呎，而且呢一間嘅售價呢，亦都係而家市場最平。我哋即刻去見，去睇睇單位嘅實際情況。呢一間473呎嘅兩房單位呢，一入門口係有玄關位嘅，呢一邊可以做到頂貼牆嘅鞋櫃啦。開放式嘅廚房配置咗雙門冰箱、微波爐、洗衣機，樣樣齊。而我哋轉過嚟呢一邊就睇睇客廳嘅方向。咁露台出邊嘅景觀呢，亦都係相當開揚，係望向日出公園景。我哋再嚟睇多次客廳嘅位置，可以擺梳化同埋電視機啦。飯廳呢一邊呢，亦都係可以擺4座位嘅餐台嘅開放式嘅廚房。跟住我哋去睇第一間睡房，四四方方，出邊嘅景觀同客廳一致，望日出公園景。隨落開揚，呢一邊呢就可以擺一個細嘅衣櫃啦，做到頂。浴室呢一邊呢係標準嘅4件套，配置咗浴室寶企缸嘅設計。最後我哋嚟睇睇間主人房，主人房呢係配置咗工作平台，出邊嘅景觀望出嚟都係隨落日出公園景。間主人房都幾闊落嘅，樓底特高3.15米。好快我就帶大家睇完呢個咁優質、價錢咁平嘅兩房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呢，記得打電話俾我，又或者留言點讚關注。拜拜。